Hello，大家好，朱春豪。飲咗酒啊，當然唔可以揸車啦。不過如果飲醉咗搭巴士都可能會出事嘅噃。前幾日一名本澳男子飲咗酒之後坐巴士懷疑三度搶奪巴士司機嘅軚盤被捕喎。大家睇到同上次拉機械人一樣，都係招牌式嘅搭膊頭照片。掌警話，一名50幾歲本地嘅醉酒男子喺今個月21號凌晨時分坐27號巴士嘅時候，當巴士駛至青洲河邊馬路同工業園大馬路交界嘅時候，呢位阿哥誤以為自己搭過咗站，隨即要求巴士司機停車等佢落車。遭巴士司機拒絕之後，雙方發生口角。呢位阿哥涉嫌3次搶司機軚盤，令巴士車身一度搖晃。因為涉及行駛安全，司機立即停車並就事件通知上級報案處理。掌警接報到事發嘅地點調查，當場拘捕涉案嘅男子並起訴佢，落案控以妨害道路運輸安全罪。案件移送檢察院偵辦。之前都發生過一宗內地女遊客涉嫌搶巴士司機嘅軚盤被拉咗。其實搭巴士就算搭過咗站，下一個站落車行2步都 OK 嘅，因為澳門嘅巴士站與站之間嘅距離相對比較近啦，即係唔止內地或者其他地方嗰啲好遠噶嘛。好，呢一集睇到先，想支持我嘅訂閱，我哋下集見。